大家好，買樓唔簡單，最緊識揀。我係 Vincent，今日同大家嚟到中山嘅西區睇一個咧有靚奇光景嘅低密度單位，就係幸福匯嘅4期啦。呢個盤咧就比較適合一啲追求靚光景嘅朋友咁同埋咧對個間隔對個面積有一定要求嘅朋友咁而家4期賣緊嘅咧就係一啲3棟4棟5棟呢啲貨啦。咁面積段咧就分別係一啲103方嘅3房2廳2廁同埋咧120方嘅有靚光景嘅一啲大嘅3房同埋咧仲有啲138平方嘅4房單位，同樣都係會有靚光景嘅咁而價錢嗰方面咧就138,888起，即係當佢14,000蚊一個方啦咁如果按照最細嘅103方到104方度咧，其實都係講緊16,000蚊15,000蚊到啦，150萬到嘅總價啦可以去買到一個咧相對地有開揚景觀嘅一個單位咁如果係想望靚景嘅話咧，120方嗰啲咧總價就168萬到都係喺百零萬有靚景同埋低密度嘅一個選擇嚟嘅咁如果你揾緊呢啲咁樣嘅城區配套成熟低密度有靚景開揚景嘅一啲朋友咧，咁幸福匯嘅4期絕對值得大家嚟去對比下事不宜遲，先帶大家去參觀示範單位先，我哋轉頭見。你諗住喺大灣區買樓退休，有冇諗過層樓啱唔啱你？有乜嘢地方需要留意？作為新手，做足功課先係對你最大嘅保障。我哋準備咗一份大灣區置業房中服指南，一次過話俾你知點樣揀樓、點睇文件、資金點樣過數，仲有最新嘅購房政策都列埋俾你。想攞到呢一份指南？好簡單，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哋，打指南2個字，即刻免費送俾你，幫你避開所有嘅置業陷阱。觀眾朋友，而家嚟參觀呢個係位於4棟嘅示範單位。我哋首先參觀呢係屬於125平方嘅3房2廳2廁嘅單位。參觀呢個單位呢，我哋要從個電梯廳呢度開始。有2部 lift 嘅，出咗 lift 之後呢，對面係另外2伙啦。而呢一伙呢，佢係一個相對獨立啲嘅空間。當然呢個係屬於公區嘅就唔屬於你呢一伙嘅入職。但係實質上呢，一般嚟講，只有呢一伙呢先至會行過嚟呢一度，即係相當於一個獨立嘅入戶嘅空間同埋呢個 area 呢，佢都會有一個飄窗嘅，有埋個側窗去採光同埋通風。隔離呢度有一個下樓梯嘅位置好啦，佢係一個子母門嘅設計啦相對嚟講入戶嘅門口咧會做得會大氣啲。入到嚟咧佢係會有一個門廳嘅一個入戶嘅玄關門廳。呢個門廳咧其實佢都會有一個落地嘅玻璃窗，其實側地咧都可以望到部分嘅奇光景嘅一個罅位。而對面咧就比較得意啦，屬於一個露台嘅部分嚟嘅，屬於一個生活露台嘅部分。呢度咧就冇景啦，主要係一個通風嘅一個功能啦。佢呢度咧預留咗來水位同埋去水位嘅。呢度可以做翻啲家政櫃譬如擺翻啲洗衣機烘乾機同埋啲熱水爐擺喺呢個位置。同埋可以做一啲收納嘅家政櫃。譬如啲拖板地拖掃把嗰啲可以擠喺呢個位置啦。再入到嚟呢一度咧，其實呢啲空間咧，可以俾翻各位觀眾朋友做翻啲玄關櫃嘅。因為佢呢度咧啱好係有一個廚房嘅側窗。玄關櫃咧，我建議可以做喺呢啲位置嘅做喺呢一個位置。基本上如果做咗一排到頂嘅大玄關櫃咧，你個收納功能咧應該係比較強嘅。最重要就係呢一個部分咧。係屬於一個入戶嘅門廳其實呢種產品咧，我哋喺10幾年前咧好常見嘅而125方做3房理論上邊嚟講咧，佢係有呢啲空間可以咁樣去玩下嘅。再入翻嚟咧，就到大嘅客飯廳，我哋參觀咗個廚房嗰部分先。作為120方嚟講，呢一個廚房嘅 size 咧，我個人覺得就勉強夠用嘅。雙開門雪櫃位置啦，呢一個擺電飯煲嘅位置，爐頭位下邊咧。有消毒櫃，有少少嘅洗切位，一個大升嘅位置啦。功能上邊咧冇乜問題嘅，亦都夠位擺一個大嘅雪櫃。呢度咧會有一個側窗望翻出一個門廳嘅位置。作為120方嘅 size 嚟講咧，功能咧雖然講話冇乜問題，但係咧就空間嚟講咧就略為緊湊少少OK， 再出翻嚟到飯廳啦。佢係一個3.9米嘅開間咁所以咧佢係可以擺到一個大嘅圓台
呢個係擺4人嘅啫，實際上坐6人咧完全足夠。咁同埋咧喺飯廳呢度咧，佢亦都會配置咗一個咧飄窗呢個飄窗咧，其實喺呢個方位咧，鏡頭可以望望出邊，都係一個非常之開揚嘅奇光景色嘅。OK， 而125方呢個亦都係4棟最為靠近出邊嘅一個單位。咁所以咧，你出到嚟嘅客廳嘅主景觀露台咧，你會獲得比其他單位咧會更加開闊，同埋更加靠近呢個奇光。咁啊，作為3.9米嘅開間，咁客廳嘅空間自不然咧都唔會成為有啲咩太大問題啦嚇。大梳化到電視背景牆嘅位置，咁最重要咧，其實125平方呢一個單位咧，佢最大嘅賣點都係在於佢呢一個一線嘅奇光景色。咁鏡頭咧可以再展示一下俾大家睇一睇，180度完全無遮擋。咁而對面咧都係啲低樓層，咁同埋咧我哋正前方咧係會有一個棄置咗嘅舊廠房，咁但係咧佢個好在咧就都比較企理嘅咁未來呢啲土地咧會再利用咁而家呢啲叫做低效嘅用地啦咁進一步佢將會起成啲咩咧？咁我哋暫時咧就不得而知嘅咁但係未來咧佢一定係會有一啲新嘅規劃會出嚟咁起碼咧。就算佢起高樓都好咁起碼佢對我哋目前嘅奇光呢一個景觀咧係冇任何嘅影響嘅我哋仍然會獲得一個咧非常之親近奇光嘅一個位置。咁同埋呢個露台咧，佢相對嚟講做得比較闊咁佢夾埋客廳啦，同埋到呢一個隔離間房連通咗咧，咁係講緊有成接近7米嘅一個距離超大嘅露台。超大嘅露台，所以咧係會將一個好靚嘅奇光景咧，會冚咗落去125方呢一個單位裏邊。咁動區參觀完，過嚟睇睇靜區嗰部分好經典嘅動靜分區嘅佈局。睇咗第一間房先啦。呢間房咧個 size 都唔細嘅，正常嚟講做3房82方咧，如果細嘅話，真係要個畫則嗰位設計師咧要打 pat pat 啦OK，咁呢度咧係擺咗一個5尺床啦，3邊落床。咁其實完全係夠位擺衣櫃嘅，咁同埋呢度咧，佢會有一個落地嘅推拉玻璃窗咧，同出邊嗰個露台相連。咁與此同時咧，佢亦都獲得一個好靚嘅奇光景。咁你推開玻璃門咧，就可以出翻個露台啦。咁所以呢間房咧，其實咧喺個私隱度咧，就冇咁好嘅。咁如果有啲朋友話，譬如我當客房啦，咁客人耐唔耐嚟住一住，或者係我將佢變成一個休閒區半開放式咁會好啲嘅。咁要提醒大家咧，呢幅牆咧，係實牆嚟嘅，係唔打得嘅。睇下個客廁先啦 ，size 冇問題嘅。呢個星盤位置坐廁淋浴區都係比較大嘅亦都有個側窗。再入嚟咧就到第2間房，都唔係太過細嘅，都係有成7個方左右嘅。咁呢度擺咗個4尺床啦，兩邊落床啦，擺咗個書台，其實擺個衣櫃咧都係完全足夠嘅。咁呢一個窗咧，其實都係會有奇光景嘅，都係會有一個景嘅。不過落咗簾咧，可能睇得唔清楚。鏡頭咧可以伸出去俾大家睇一睇呢度仍然係會有一個奇光景色。再過嚟咧，就到主人套房嗰部分啦。參觀套廁先，空間表現咧都係冇乜問題嘅。星盤座廁、淋浴區有側窗、通風採光咧都係冇問題嘅。咁再過嚟到寢區，喺門嘅後邊呢度咧，其實係會有一組嘅到頂嘅大衣櫃如果覺得唔夠位嘅，咁與此同時都可以喺呢度再做翻多一組櫃咧，都係得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就冇必要因為其實呢一組櫃咧都幾大。咁呢度咧可以做翻啲正常嘅床頭櫃啦。呢度擺咗佢其實係呢個係米5床，即係5尺床嚟嘅啫。主人房咧擺5尺床，我覺得係細咗少少嘅。咁我建議其實擺6尺床係絕對足夠位置嘅。咁3邊落床啦。OK。亦都有一個轉角式嘅大標窗，亦都係可以將呢個奇光景色咧係可以盡收眼底嘅，非常之開揚。咁呢個就係125平方嘅一個大3房嘅單位啦。亦都係幸福會第4期嚟講咧，樓價單價最貴嘅一個單位。今日講緊咧要去到2萬嘅，過咗2萬呢條數，咁變咗咧如果你真係中意呢個單位嘅話咧，你嘅總價要預200幾萬咁相對嚟講咧，單價係會偏高少少。咁當然咧，其實佢仲有一個138方，佢嘅單價會平啲嘅。亦都會有一個相對望得比較正嘅奇光景，但係個價錢咧就平好多，就
13,888蚊起，咁你當佢14,000蚊到啦，個尺價咧會親民好多嘅。OK， 我哋再同大家參觀埋138嗰個4房單位。好，而家嚟同大家參觀嘅係138平方嘅4房單位。咁喺前面嘅電梯廳出咗嚟之後咧，其實會嚟到呢一個位置同前面另一個138平方咧，其實係一個鏡像嘅戶型嚇。咁嚟到呢一個空間咧，都係屬於呢一伙可以專屬嘅入戶嘅空間，都係公區唔入職。經過個大嘅子母門，就會到達一個門廳嘅位置。呢度咧個門廳咧其實就為咗就位啦，咁所以佢就唔係咁四正嘅。咁但係如果你作為一個玄關櫃去擺放一啲譬如鞋櫃啊，或者係一啲單車啊，或者係啲高爾夫球桿啊、如是之類嗰啲物品啊，咁其實我個人覺得就還可以接受嘅。同埋呢個門廳嘅位置咧，其實呢個罅位咧都係會望到有一啲江景。OK， 好啦，經過門廳咧就會進入到客飯廳嘅呢個部分。咁呢一個空間咧就會非常之四正啦，而且佢係做到南北通雙露台嘅設計。OK， 我哋參觀咗佢嘅客廳先啦。因為呢一個盤咧，其實而家賣緊啲貨咧，最主要個賣點就係景。咁亦都係相對比較多觀眾朋友會關注究竟138方佢個景會係點樣。嚟到呢度咧睇下佢嘅間隔客廳咧去到4米空間。作為138方嚟講咧，呢一個空間咧都係唔會有啲咩太大問題噶啦。再出翻嚟個露台咧就冇剛才125平方個咁大啦。咁而且喺個視野上邊咧，佢會受到左右兩旁嘅樓宇會夾住喺中間。咁但係好在咧如果我哋喺客廳入邊咧，其實望出去呢一個 view 咧都係比較開揚嘅。所以雖然就比唔上剛才125嗰個整個180度咁你左右兩旁咧都係完全冇遮擋嘅狀態。咁就作為138咧，咁呢一個角度望出去咧，我個人認為個差距遠冇嗰個價錢差距咁大嘅。咁如果你追求性價比嚟講咧，我反而覺得係138呢一個嘅 view 咧性價比會高啲嘅。再過翻到嚟餐廳呢部分。咁呢度同樣都係作為一個4米嘅空間擺咗個大餐台，其實咧都係好闊落。咁呢度咧，其實我建議可以做翻啲餐邊櫃嘅，去增加翻個收納嘅功能。呢個廚房咧，其實同剛才125方嗰個咧係差唔多。咁84方差唔多嘅面積嚟講咧，我個人覺得呢個廚房咧係偏細咗少少嘅好老實講。但係功能性咧都冇乜問題星盤位置啦。爐頭位啦、洗切位啦，到擺放電飯煲嘅位置，擺雙開門嘅雪櫃位置，功能性上邊咧都冇問題嘅。有一個大嘅側窗，樓間佢視野都係好開闊喺下晝嘅時間咧，其實陽光咧就會喺呢個方位會入得多啲。生活露台咧都係去到4米嘅如果你作為一個生活露台，你望內園嘅部分咧，其實個樓間佢都係好闊落去到前面嗰個同樣呢個屋苑嘅2座同埋1座啦，咁樓間佢咧講緊都係超過60米嘅所以係一個非常之開揚嘅一個狀態，都係一個好經典嘅動靜分區嘅報告好，參觀埋第一間房先，5尺床3邊落床，夠位擺到頂衣櫃。呢間房嘅賣點咧都係望向前面嘅江景視野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嘅。其實同剛才參觀嘅主景嗰露台咧都係一樣，其實咧佢都係左右兩旁咧會有啲牆身，形成一個夾住嘅一個視野。但係好在咧，其實咧如果你入少少嘅情況，你唔係特別去留意呢個牆身咧，其實咧你正向咁樣望落去個視野都係比較寬闊嘅。嚟到第二間房呢間房咧就大約8個方左右拍貼埋個飄台咧就可以做到單邊落床嘅。咁呢個就望向內園啦個樓間佢視野咧都係唔錯嘅。客設呢個 size 咧作為84方，空間都唔係有啲咩問題噶啦淋浴區各方面都 OK 嘅。第三間房同樣都係望翻內園嘅咁呢一個咧雙床就擺細咗少少啦。其實你擺一個5尺床都係完全足夠嘅，不過可能個電掣個位置就要改啦。觀眾朋友，佢會變咗擺5尺床會擋咗嘅，咪二床我覺得就細咗少少啦
咁啊，其實你擺衣櫃啊、擺書台都係完全足夠嘅。最後主人套房，星盤、座廁、淋浴區，空間表現咧都係冇問題嘅。最後寢區啦，呢度會一組大衣櫃啊，60cm 闊嘅大衣櫃，套頂呢度咧就擺咗個6尺床啦，三邊落床。咁佢呢個飄窗，老實講我又唔覺得佢開得好大嚇。如果佢開到去嗰個尾嘅位置咧，其實會視野會更加好嚇。但係咧都已經係一個好唔錯嘅景觀㗎啦嚇。咁而家望翻落去嗰個旗杆嚇，亦都見到啲白鷺咧喺度飛啊！咁樓下咧，其實佢係會有一條馬路嘅，但係好在呢條馬路咧，佢唔係一啲主幹線嚇，個車速咧比較慢嘅，車流得好少嘅，所以咧我哋而家喺10零樓啦，佢呢一種只不過係用咗單層玻璃啫嚇，隔音效果唔算太好嘅，但係咧都係非常之安靜。好安靜嘅，完全足夠。OK， 咁呢一個咧就138平方啦，佢個單價咧就13,888蚊起嚇。咁呢一個咧就係佢138平方嘅情況。咁稍後你會再同大家睇一啲相對細少少嘅單位嘅喺5棟嚇。稍後我哋5棟嘅示範單位見。好，觀眾朋友，而家同大家嚟參觀呢個位於5棟嘅示範單位。我哋先參觀佢呢一個120方嘅3房單位先。好，咁喺前面個電梯廳出嚟之後咧，就經過個大門口前面呢度咧就係一個玄關櫃嚇，咁下邊鞋櫃啦，咁亦都會有一啲高身少少嘅收納櫃嘅，OK， 亦都有開放格，上面有吊櫃，OK， 咁入嚟之後咧就會到達客飯廳我哋首先參觀埋佢個廚房嗰部分先。咁作為100幾方、103同104方咧。咁呢一個 size， 我個人認為就都還 OK 嘅，單開門雪櫃位，合格啦，一個大嘅單星盤啦，擺電飯煲位置、爐頭位，呢個操作台嘅位置，與此相連咧，會有一個大概接近3個方度嘅生活露台嘅，呢度咧可以擺一個擺使用套裝嘅一個櫃啦，上面擺熱水爐啦。呢度咧會亦都有一啲空間可以擺放一啲其他嘅物品嘅。咁如果係嫌個廚房細嘅話咧，其實可以考慮將呢度做一個風窗，呢個門咧拆除咗佢，可以擴闊呢個廚房嘅位置。包括呢個側窗其實都會通向一個廚房嘅空間。好，客飯廳，飯廳嗰部分咧個開間咧其實都係達到3.95米，即係接近4米嘅。按照103方呢一個尺數嚟講咧。我又認為佢呢一個面積表現咧係非常之唔錯嚇，所以再出到嚟個客廳嗰部分咧，空間咧都係冇問題嘅。咁呢個戶型120方咧，佢最大嘅賣點唔係喺佢呢個間隔空間，而係佢前面呢個景觀。佢會比4棟嗰個125平方咧，都係有一個類似嘅咁靠近江景嘅位置。咁但係個單價咧就平好多啦同樣都係13888即係大概14,000蚊個方。咁如果按照120方嚟講咧，其實佢嘅總價咁咧總價就168萬到咁亦都會獲得同樣咁靚嘅景觀，唯獨就係個露台會細啲但係性價比嚟講咧，我個人認為咧，其實呢一個5棟嘅120方咧都係非常之唔錯嘅咁而且咧，佢呢一度咧係會對前面嘅低層建築會更加多啲咁呢個景觀咧基本上可以確定嘅，但係嗰邊咧因為個工地未來會起樓，係點樣咧？其實係唔確定嘅。OK， 但係當然望江景係完全唔會有影響啦。好，再參觀正區，客廁嘅空間表現咧都係冇問題嘅。星盤、座廁、淋浴區有側窗。第一間房呢間細房嚟嘅，其實呢個位置咧都係會有個罅位望到旗江景嘅。呢個擺咗個尾二床啦，單邊落床啦。有書台位置，其實擺衣櫃咧都係足夠嘅。第二間房咧就會闊好多啦。呢個咧就5隻床啦，三邊落床，其實夠位擺到頂衣櫃。呢間房咧其實都已經係講緊有接近10個方噶啦所以都比較大嘅。咁同埋個飄窗咧都係好大嘅，所以咧呢間房你會獲得一個咧非常之開揚嘅旗江景嘅視野。如果按照呢一個尺數嚟講咧，其實呢間客房嘅性價比係超高嘅。再入嚟咧就到主人套房，套廁都係正常嘅，size 都係冇問題嘅。呢度嘅側窗咧其實都係會有旗江景嘅 ，OK， 不過就細少少嚇。最後到寢區，呢度咧都係會有一組嘅到頂嘅大衣櫃，一個4扇對開門，非常之大，6尺床三邊落床都冇問題啦。佢都係會有一個轉角式嘅飄窗嘅。所以呢一個120方嚟講咧，我個人覺得真係個性價比係非常之唔錯。OK， 呢個就係120方
總價咧就168萬到。咁咧我再稍後會同大家睇一個細少少嘅單位，103方嘅嗰啲單位。觀眾朋友，而家嚟參觀呢個係104平方嘅3房單位。咁啊 lift 口出嚟會有一個門廳，會有一個大嘅側飄窗。咁喺呢個位置咧，我哋就會經過個子母門咧，再進入呢一伙嘅。咁啊首先入嚟咧，會到達一個門廳嘅位置。咁我可以理解為一個叫做內玄關啦。咁啊呢度位置咧，可以俾大家咧去做翻一啲玄關嘅收納櫃嘅。咁同埋啲單車啊，或者啲大件嘅物件咧，都可以擺放喺呢一個位置嘅。咁啊，亦都可以利用呢幅牆身咧，再做多一組咧，再大少少嘅玄關櫃，去增加我哋呢個收納功能。咁啊，作為門廳嚟講，其實唔細嘅。咁啊，再入嚟咧，就到客飯廳嘅位置。咁呢一個100平方咧，佢就去到3.7米嘅開間。咁100方嚟講咧，都係算大嘅。咁一般好多100方其實都係做到3.5米。佢3.7米咧都係唔錯。咁啊，廚房嗰度咧，作為100方嚟講咧，呢個空間表現咧都係合格嘅。唯獨咧遺憾少少就係一個單開門雪櫃位嘅啫。有一個大星。操作台、爐頭啦、洗篤櫃啦，上邊一個抽油煙機都冇問題嘅。呢度咧都係配備咗一個咧2個方倒嘅生活露台，都係有光景嘅。咁呢度咧就可以做翻一啲叫做家政櫃。咁擺洗衣機嘅位置咧就有少少特別啦。咁呢度咧，因為如果除非你封咗呢一度啦，再做翻一啲咁樣嘅到頂嘅櫃，咁變咗就可能你個生活露台嘅景觀視野咧，就會受到一定嘅遮擋啦。咁啊，去到呢個3.7米嘅開間咧，空間表現都係冇問題噶啦。正常嘅大梳化，其實呢個梳化咧，其實個進深係好闊嘅。咁大家可能就咁睇鏡頭感受唔到嚇。如果我坐落嚟，咁大家可以睇到，佢基本上咧已經係托晒我嘅一個大髀嚟到膝頭哥個位置。咁我成個人半攤喺呢一度。咁但係佢個空間都係表現比較大嘅。咁同埋上邊都係做晒啲中央冷氣。咁啊，呢一個104方咧。佢個主景觀露台咧就望內園嘅，咁樓間距咧都係非常之寬闊嚇，但係唯一美中不足咧，佢就係朝北嘅，個露台係朝北OK， 咁個間隔咧都係比較市正嘅呢個戶型。客廁嘅部分空間表現都冇問題嘅，星盤座廁淋浴區側窗有光景採光通風都係冇問題嘅。第一間房大約9個方倒，其實個擺位咧。我認為個電掣插蘇位咧，其實係有少少限制咗佢呢一個空間嘅。咁其實呢個空間咧，你完全擺個5尺床，3邊落床做到頂衣櫃都係足夠，但係個插蘇位咧係限制咗佢擺位嘅。可能後期有需要嘅朋友咧可以做過一個改動嘅。咁呢個飄台咧都係做得比較大，同埋佢哋有望翻個內園嘅一個景色嘅。第二間房就細啲啦。咁講緊就7個方左右，佢都係擺咗個4尺床嘅啫。都係有就住個插蘇個位置，其實你擺1.5米床咧，完全足夠嘅。夠位擺到頂衣櫃，而家擺個書台啦。呢個飄窗咧就唔係好大，但係佢勝在有靚光景，視野咧都係非常之開闊嘅。最後咧就到主人套房套廁淋浴區座廁，亦都有一個側窗。呢個側窗咧，佢個飄台咧變咗抬高咗啦，比較特別嘅。同埋佢呢一個廁所個門咧，亦都唔會對住床嘅。咁如果係喺風水上邊介意嘅朋友咧，其實呢個戶型咧都係呢一個問題係唔存在啦。呢度咧亦都係會有一個到頂嘅大衣櫃一組最後出翻嚟寢區，佢都係擺咗個呢5尺床其實擺6尺床係絕對足夠，2米床都係夠嘅。呢度嘅插蘇位咧就寬鬆好多啦。觀眾朋友，大家可以睇睇6尺床完全係冇問題嘅，3邊落床。咁再過嚟咧，呢個飄窗咧都係望翻個內園嘅景色，樓間距非常之闊落，個視野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嘅。呢一個104方，佢個總價咧就大約係150零萬到。咁作為西區彩虹片區裏邊咧，景觀比較開揚嘅一個樓盤嚟嘅。咁價錢係差唔多啦。咁而家目前咧就賣緊嘅4棟5棟都仲係會有啲貨揀下嘅，咁包括3棟都仲係有啲貨揀下嚇。咁幾個單位嚟講啦，我個人認為，如果你追求極致嘅性價比唔一定要望河景或者江景嘅情況下咧，其實就揀呢種104方或者103方咧，已經係足夠，個間隔咧
還 OK 嘅，好坦白講嚇。咁如果你追求靚光景嘅，咁當然125方嚇4棟嗰個咧係好出嘅，有大露台嚇。呢一個咧就啱一啲咧追求極致光景嚇、極致開揚嘅一啲朋友，但係單價咧貴嘅，要過咗2萬。咁性價比咧，我個人認為咧就唔及138平方呢個4房咁高，又或者係去到5棟嘅120方呢一個3房咁高。咁如果你需要靚景，唔需要太多房，空間唔需要特別大嘅情況下咧，其實5棟嘅呢個120方咧，我個人建議係幾值得大家去重點去考慮嘅，而佢總價都唔會太高，就係講緊168萬到170萬出頭呢啲價位能夠買到一個咁靚嘅奇光景，喺整個城區嚟講咧，都係極之罕有嘅。咁而家咧仲有啲樓層同埋貨揀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盡快約我哋嚟到現場去望一望。咁我哋公司咧會有專人陪同咧，同埋會有專車接送嚟到大家實地考察咁我哋都會俾翻啲專業嘅意見去俾各位觀眾朋友去參考嘅。好嘛，有興趣嘅 WhatsApp 聯絡我哋，我哋下一期節目再見。